我。大家好，喂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明。首先很感谢大家从各个地方赶到剧场来观看我们的演出。今天要很抱歉的跟大家表达一下歉意，因为陈丽君突发急性肠胃炎，并且并发高烧。虽然他很想坚持演出，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相应的应对措施。但是他现在是高烧一直退不下去，而且越来越虚弱，我们就无法完成演出。我们再次向大家表示歉意。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喜爱与支持。后续的票务等赔付问题，等会儿会有工作人员来向大家说明。很抱歉未能完成演出，希望之后我们能再次在剧场相见。下面有请我们项目负责人来讲解赔付事宜。炸卡了。没关系。尊敬的各位观众，大家。